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帮助。经过一个礼拜的劳碌，我们有心灵忧伤的，恳求主你亲自安慰，医治保守看顾。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全球经济的发展、大环境的进步，让我们这世代，尤其在台湾这世代的人，经历前所未有生活上的一个富裕。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台湾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隔阂。很多弱小的族群，他们的生存权不受到重视。赢的这边，我们所谓人生的胜利组，常常想整碗拿去吃；输的这边的人生的失败，他们生命生活很没保障，经济压力，以至于很多的忧郁症、自杀，甚至在我们这附近。那个车站这附近很多的流浪汉，社会种种问题的发生，让我们对这时代充满了恐惧。这看似充满机会的一个年代，其实是充满了痛苦的一个年代。人们的心里特别的贫乏、枯干，人的心里面常常需要一个生命的一个出口，心常常需要被医治。不管你是属于哪一边的人，人生的胜利组或者是人生的失败这一组，一样在2000多年前，也有一群弱小的族群，他们心里痛苦，他们需要医治。今天的经文说到第1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税吏跟罪人在那个时代是被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是很看不起他们的，他们觉得他们矮他们一截。但是这一群人竟然愿意靠近耶稣，听耶稣传讲道理。圣经描写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议论耶稣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一般会一起吃饭，代表其实我们已经互相是接纳。人要一起吃饭其实是不容易的。耶稣接纳这些税吏跟罪人，也就是说社会的弱势族群以及边缘人。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心跟早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知道以色列还没有沦陷之前，上帝差派很多的先知来传达悔改的讯息，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听而不闻。如今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看见上帝透过耶稣行了许多的赶鬼、医治、神迹奇事，他们一样心跟石头一样，他们一样不愿意接纳耶稣。不接纳也就算了，他们又自私自利，想要去阻挡人亲近耶稣。此时的耶稣知道宗教领袖他们在心里面在想什么，在议论什么。耶稣就用牧羊人的一个比喻来对他们说，在那个时候是属于农业时代啊。现在如果跟我们讲牧羊人，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请问这1年里面有看过羊的人请举手。这1年以内，你看大家都没看过羊啊，所以跟你讲羊。可是那个时代跟他讲羊的比喻，他们很清楚啊。在他们农业时代，牧羊人被赋予属灵上的意义，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比如说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以赛亚书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以西结书也说，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所以当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就会联想到牧羊人是谁？上帝。羊群呢，就好像他们自己一样，上帝的百姓。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在15章4到6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来，15章，大家看一下周报，还是上面可以啊。4到6节，请。中间。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哈？耶稣用4样的比喻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解释。
100只羊里面，其中9只羊，其实是代表的是你跟上帝立约的百姓，也就是这些至高至大的宗教领袖，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正统的，其他的人够格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看不起那个失落的那一只羊。在99跟1，一般大家都可能会选什么？选99。可是天父上帝却甘愿放下那99只羊，去寻找挽回那迷失的那一只羊。耶稣这样的一个比喻，震撼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价值观，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一只羊，把99只羊放着不管。这个我们会来说，这不符合实际面，甚至是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一个考量。其实现在的社会不也是这样吗？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我们凡事都会精打细算。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都希望能够拿回多少，是吧？应该都是这样子。甚至为了多数人的好处，我们牺牲弱势族群、社会边缘人该有的权利跟保障，又有多少人会在意呢？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有办法用量化来比较吗？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耶稣所说的比喻是要让宗教领袖们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每一只羊都是重要的。上帝不愿意他的羊有一只走失掉。我们知道羊走迷的话是猫狗走失会怎么样？狗会自己跑回家，猫会不会？猫也会认路哦。我一直以为猫不会认路，直到我的猫，我以前养猫，真的跑掉之后又走回来，原来猫也会认路，很厉害哦。你第一次听对不对？可是羊就没办法了。羊那但是很危险的哦，除了很孤单陷入黑暗到处乱逛。要是遇到了豺狼虎豹的话，那很快就被咬死了。所以这个时候，牧羊的心里非常着急那一只羊，他就放下那99只羊，不计一切的代价，就是要寻找那只羊回来。不管他在天边海角，他花了多少心思，他就是要把这只羊找回来。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跟这些走兽们来对抗，甚至搞不好自己会受伤，或者是阵亡掉。但是每一只迷失的羊，都是牧羊人的心肝宝贝。失而复得对牧羊人的心情来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不晓得在场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失而复得的经验？有的请举手，失而复得的。还有是2位而已，看起来2位都有年纪的，其他人都没有东西掉了又回来了，没有。好，传道在教会门口有一台摩托车已经20年了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跟我大街小巷跑20年了那来到建城，其实探访很方便，要么走路到马街我们都用走路要么坐捷运，要么开车。骑摩托车的时间很少。不小心放了2个月，电瓶又没电了。我记得之前在深耕牧会的时候，我换了3年的时间，我换了3颗电瓶，3个电瓶这一次也蛮久的。突然有一天，那天就想巷子口去换一个电瓶。你们知道吗？当老板在启动的时候，那一刹那，我心里面都好开心我的摩托车竟然又会动了我想。摩托车我都让你这么开心了，何况一个罪人悔改，哇！这个牧羊人更是欢喜。牧羊人看到找到一只迷失的羊，他非常欢喜，而且那只迷失的羊已经躲在某一个角落草丛里面，整个这边发抖，一定是这样子。我弟弟最近在南投他有个外号，他都是毛小孩的专家他对毛小孩付出很多心血你们如果是 IUP 看到他们3更半夜跑到各个地方去把毛小孩救出来有的毛小孩被捕这样有人就把人家捆他们就去救他们然后花钱去给他医治。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只羊已经在那边发抖，而这个牧羊人呢，会不会就把它抱起来，扛在肩上把它带回去？这些羊重新得到主人的安慰、接纳跟爱。这个牧羊人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里面，跟亲戚朋友们一起欢喜。对比之前的宗教领袖，他们议论耶稣，他们埋怨耶稣，
牧羊人寻找到失迷的羊欢喜的情形，成为很大很大的对比。宗教领袖他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牧羊人可以为了一只羊付出这么大一个代价。的确，对于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绝对没办法理解天父上帝对世界人的爱也是这样子。宗教领袖他们认为的爱是比较有条件、有期待、有私心的爱。他们的爱可能在他们的范围里面，他们可以爱。以现代人来说，很多人不也是这样子吗？我爱是有条件的，我无法去爱那些跟我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人、观念不一样的人。对我们来说，那些人可能是不值得我们去爱，因为他们曾经不尊重过我们，甚至他们可能曾经是伤害过我们的人。要爱他们实在是太困难了。最好见面的时候都不要讲话。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情形来发生，不是很可惜吗？我们一般对上帝的爱的感受都用什么？用父母亲对孩子爱来比喻。父母亲对孩子爱伟不伟大？这些爸爸妈妈很伟大真的很伟大。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每个父母亲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甚至孩子在幼小的时候生病的时候，父母亲也都是好像那一块肉一样，很痛苦的。没错，父母亲对孩子爱很伟大，但是这个里面是有血缘的关系因为有血缘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出于我自由的去爱他。上帝的爱比较接近于朋友之间的爱。亲人跟朋友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亲人的关系是无法选择的。我的孩子，我没办法选择；我的父母亲，我没办法选择。但是朋友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人孩子得了很多的麻烦，又被警察抓到，偷东西被抓到警察局去。你会说我没办法，但是我的孩子，我还是要爱他，我还是要保他出来。可是今天朋友呢？如果今天朋友出事找你了，我也借20万，断掉了，可能手机就断掉了，不想听了。有可能我也曾经以前在当兵的时候，什么结拜兄弟，以前当兵的年代结拜兄弟，然后连10几年没见面，就突然打来要借10万，我是吓都吓死了。大家，你可以选择不要给他，不要给他。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朋友出事了，要来找你的话，你甘愿陪他，你甘愿为他付出，这个就是出于自由的爱。上帝对人牺牲的爱属于比较这一款自由的爱。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来跟随我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救赎跟牺牲的一个记号。我们不要常常看重自己的好处，我们要舍去自己认为有的权利跟享受，我们愿意牺牲我们自己，奉献我们自己。上帝就是要我们用这种爱。”去爱那些失迷的羔羊，直到把他们找回来为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以前都是一群失迷的羊，因为天父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牺牲、圣灵宝贵师的带领，将我们从邪恶的世界救赎到教会，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到见证，让我们脱离黑暗，看到光明。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享受满满弟兄姐妹彼此的爱跟喜乐，不是吗？但坏消息是，让我们很泄气的是，当我们在教会时间一久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会犯了跟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过错，我们对信仰失去了热情，我们不冷不热，我们每个礼拜来行礼如仪的基督徒，我们看重自己的需要。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分党结派、收山道士，在教会里面你也开始不愿意委身服侍，彼此相爱，甚至我们去阻挡事工福音的发展。渐渐的，我们就失去了起初耶稣呼召我们的使命。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但是其实我们如同在外面迷失的羊一样，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但好消息是，上帝爱世界人，
任何一只走迷路的羊，他都不会放弃。他赏赐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着我们这世间走迷路、没有失去盼望的人，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对上帝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父母亲可能不一定会爱你，老师不爱你，老板不爱你，但是上帝一定会爱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主耶稣无限的恩典永远在等着我们，他无限的恩典永远在等着我们。当我们愿意把看重自己的需要，变成多关心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变成单单的在注目在耶稣的身上，多于在注目在这世上的物质的引诱。如果是这样，相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再经历一次圣灵的带领，神迹奇事才有办法在我们教会以及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发生。一个基督徒传道以前讲过，我们要常常经历神迹奇事啊。如今我们建成教会不止在主日的爱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透过吃，其实那个食物只是一个媒介。透过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互相的关心，彼此的代祷，我们的心被满足到。我们在社区施工的部分，我们带给我们社区的长辈，他们身心灵都得到了满足。最近我们周末会做2个才艺班，孩子的才艺班，很多小孩子来到教会，建成教会渐渐成为这社区祝福的一个管道，你们知道吗？是因为大家一起的努力，一起的代祷。在教会里面，我们善加利用现在的网络，不管 FB 或者是 LINE 的科技，我们肢体之间，我们彼此关心代祷。这一阵子天气变化多端，一会儿冬天，一会儿夏天，很多弟兄姐妹生病，长辈跌倒住院的，我们都通过小组团契，我们分工合作，肢体之间彼此关心代祷，甚至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我们青少区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医院里面去看气红，通过关心，让我们建成教会慢慢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大家庭。如同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说：“一体受苦，百体受苦；一体得荣耀，百体同快乐。”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只羊掉在后面，没有人去看管。台语说绕高哇，这个很贴切。那挂短波温顺之下有绕高就是掉在后面，甚至其实快死了。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子。我们要像炭火一样，我们要互相点着，我们要互相取暖，互相鼓励，将满满的爱带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既然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要将上帝的爱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凡事上面要做义的管家。路加16章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要忠心。”我们要忠心什么呢？我们要像主耶稣，我们的大牧者一样，我们要努力打拼去管控我们身边每一只迷失的羔羊，让他们有机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能有人会说，传道，我又不像某些弟兄姐妹很会讲话台语说我也拍死我很内向我不喊嘛圣经我也认识不多我怎么去传福音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失志，我们要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上帝会亲自去成就他美好的计划。来建成教会2年，大家应该知道我跟牧师其实恩赐才干差很多，对不对？我跟牧师其实个性完全不太一样，但是上帝会用他的方式，也会用我的方式，我们去传福音。上帝会用我们最自然的方式去传福音，圣灵的力量会自己去带领。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上帝算什么？
我们就是没办法，但是上帝用我们当作器皿。最后，传道要讲一个小小的真实的故事，在一个雅马哈的一个教室里面，音乐教室里面，有一个大概40岁中年的一个男的老师，他的脚行动很不方便。这个学音乐的人看起来都内向，我们看点击就知道，非常的内向，很内向。为什么又好在笑呢？你觉得你在笑呢？看起来很内向，差不多有一位30出头岁的一个小姐去跟这个音乐老师男的基督徒老师学音乐。我们知道30岁在学音乐，快还晚，太晚了小孩子都大概30岁、5、6岁在学音乐。这个基督徒的男老师在第3次跟他学音乐，第3次就建议他说：你年纪这么大来学音乐。我建议你有一些同伴，你才可以路可走久一点。他是介绍他这个小姐到一个教会刚刚成立敬拜赞美，他问他你会不会唱歌？他问我他会唱歌。好，这位小姐就很单纯的就到这个教会去唱歌。之后这个老师也没有问他说：“你去教会怎么样？”都没有，也没有特别的关心他，说他小礼物什么没有，红缨单张什么都没有。我们无法得知这个老师他当初的用意是什么。我想这个基督徒的老师，他就是用他单纯他能做得到的方式，他去传福音。在我们看来，你们觉得这个效果好不好？一定不好的嘛，对不对？但是圣灵的力量超越我们所能想象。差不多在3年之后，这个小姐，他们一家，他跟他先生，他们2个孩子就受洗了。他们一家不再拜拜，他们一家心中不再被黑暗的辖制，他们生命开始慢慢找到出口，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感谢主。就如同今天的经文第7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有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当有人受洗悔改，天上是非常的开心。我们知道上个月我们有一个秦贤士弟兄，他已经到70几岁了，他受洗，那天好像在办喜宴一样，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大家可能觉得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还没有，因为后来故事的发展，连这位音乐老师他都不知道。他当初的一句话，他一个动作，一个邀请，更奇妙的事情在15年之后发生了。这位姐妹就小姐跟姐妹竟然成为牧师，她的先生也成为了传道，他们一家人在建成教会服侍大家。他2个孩子现在站在上面，弟兄姐妹，你觉得奇妙吗？大家还反应不过来。弟兄姐妹，在台湾有95%迷失的羊。不管经济如何的发展，人的心会越来的越干渴。再多的物质上的东西是没办法满足我们的心，唯有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如同10几年前满足我跟牧师的心一样。弟兄姐妹，这些迷失在外的羊群，他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一句话，甚至我们一个邀请的一个动作，他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是你的怜悯，你的宽容，你不愿意世上有一人沉沦，你爱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来归向你的面前。愿你帮助我们建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建成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大家庭，愿意接纳每一只失迷的羊来到我们当中。就像你愿意牺牲你的生命接纳我们一样，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福音好消息让更多人知道。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
站立来唱你的爱这个回应诗。我不知道每个人怎么样来到教会，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初你怎么样来到教会？如果上帝的爱没有一个人，我们都会像那些宗教领袖一样，没办法踏进教会。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